我係許雪晴。What the what? What did you say? 許雪晴，你叫咩名？我名係趙彥公，唔知點寫。你最中意嘅顏色係咩嘢？粉紅色、粉紅色、白色、白色、藍色。藍色。你中唔中意個叉燒飯，同埋個豬扒飯？麻麻地。係啊，好差。有啲叉燒飯。我3年前畢咗業，佢2年前畢咗業。呀！我而家喺美國讀書。啊！如果你變咗一隻動物，你會變乜嘢動物？做動物，一個豬，因為我食好多嘢。個肥豬，有人同我講：啊，你肥仔啊，肥豬啊。哦，OK。哦，你中唔中意美國啊？麻麻地。點解？驚驚地。你最中意嘅香港甜品係咩啊？西瓜。西瓜。個沙冰，個香港沙冰。哦。OK。完。拜拜。拜拜。做完。